师父要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，南京有个鸡鸣寺，有一座很独特的菩萨殿，每天都吸引很多好奇的居士们前往去参拜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居士慕名前往，看到佛龛上面的菩萨像，果真与众不同的背对着众生，面墙而坐，宛如当年达摩祖师到震旦面壁禅坐9年一般啊。居士们好奇的请问菩萨殿里面轮值的知客师，何以菩萨面墙而坐呢？只见知客师仿佛已经回答了1000万次同样的问题似的，随手指着墙上的句子，要居士自己去参参看。居士随着法师手指的方向看到墙上的句子，东单写着问菩萨为我导坐，这正是居士心中的疑惑。接着下一句句子回答了居士的问题，说叹众生不肯回头啊。居士的心仿佛被锤子重重地锤了一下，迫不及待地看着西单墙上的句子。只见墙上写道：若不回头，谁替你救苦救难呢？如能转念，何须我大慈大悲呢？这个居士啊，霎时木然良久，陷入一种深沉的思维当中。看到这个简单的公案啊，我们想到有些自私自利的人一旦遇到了灾祸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，就赶紧去寺庙烧香啊、拜佛啊，或求观世音菩萨。其实我们好好看一看西单墙上的那副对联：你若不回头，谁替你救苦救难呢？如能转念，何须我大慈大悲呢？这一副对联已经把真话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自己一定要断恶向善，净化心灵啊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谁都帮不了我们啊，谁都救不了我们啊。诸佛菩萨的加持庇佑，不外是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，我们只要依照他所教导的方法去做，去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，改过迁善，我们就会得到利益啊！那才是真正的加持保佑。佛教不是迷信，而是佛陀的教育啊，不需要任何代价，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来交换，只需要你转个念，把这种自私自利的心转成利他之心，这一切本来就具足的，何须佛菩萨来拯救我们呢？所以佛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你行善自然福报增长，智慧开展，那么你所求都能够吉祥如意，随心满愿。如果你不行善，只是自私自利的，每天欲望无穷，烦恼不断，每天跟人对立计较冲突，那无形之中你想看看，佛怎么会保佑这样的人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因果观念，了解所作所为都是我们自己所带来的。我们要很清楚，如果能够弃恶向善，那么这个人必然在佛的庇佑之下，一切都吉祥满愿。我们将这个公案简单的几句话来提醒大家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